算了，我不要待在台北。我就是因为跑来跑去，我就觉得啊，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一定要让大家听听看他们的声音。当然，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不一样的厉害。然后，如果你们很喜欢他们的话，他们好像没有 FB 吧？好像有吗？没有。好，但是你们去搜寻长滨国中，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展演。长滨，长是很长，3点水一个滨，海滨西滨公路的滨。长滨国中不用叫我拼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不是都有受教育？哦，还问我国中的国不可能吧？哦，长滨国中，然后因为我之前有做，反正有看过美术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欢跑来跑去啦。然后我之前有带他们做一个创作班，然后觉得哇好有才华，所以就